我哋 Interior Design 會同大家介紹屬於港島南區位於黃竹坑地鐵站上蓋嘅港島南岸一期駿環2A 座 E 室，實用面積係584平方尺。今次嘅設計用色變化相對簡單，我哋運用流線嘅線條將空間勾畫出嚟。考慮到客人平時工作壓力比較大，所以我哋今次嘅室內設計係會以優雅簡約嘅素色為主。為咗增加空間嘅層次感，我哋喺玄關至到梳化背嘅牆身，我哋做咗一幅漸變式嘅牆畫，將空間打造成一個好 relax 嘅地方。設計師喺天花至露台邊做咗特色流線型花線燈槽，亦喺其他地方加入直線、曲線同少少碳黑色元素，令客飯廳設計生動啲，冇咁單一。原先單位係兩房間隔，我哋希望空間可以簡單一啲，將兩房歸納埋一齊，將頭房打造成書房連衣帽間，連接主人房。而用色都係用柔和嘅素色，加入圓角弧線，除咗同整體設計呼應，亦軟化單位嘅結構感，令休息嘅地方更加自在放鬆。